不行了，妈，到吃饭那桌子呢，挡着。30都告诉我。小杜，野哥打铃吧，再打铃。大好。关作业，关作业啊，关作业。现在是咱在哪呢？上门这呢。咱站里头还没出门呢，他不，他给医院得了，在前面那等得了。上医院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快点，快点啊！爷爷坚持住，坚持。大爷的大爷，随车医生不是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坚持住，爷爷。哎，来，爷爷坚持。02、坚持。没开咱们06、07、08、坚持，坚持住。16、18、21、22、23、24、21、27、28、29、30。来，快点，我们等会儿。来，各位不要走，来，快点。需要我给你拿01、02、03、04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5、16。还有吃药没有？有。吃药没？就是我当时喝小包里边说要喝那个生药是吧？都喝了。就我就完事儿了。120打了吗？打了。往外吐，往外吐，没事，吐。200东4六120。好多了这个。行了，把这个气撑的。干嘛呢？那能要是有啊。要是说有什么呀？等着吧。我说找人后来就找人。我说你让他倒着往回开。110这上来了吗？爷爷。上来吧，上来没？上来。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吗？有痰吗？能吐出来吗？吐出来像不吐了，行吗？一会儿去吸一下痰。能喘气儿就行。好了，这就不了。不吸，别别拍他，别拍他。这个告诉那个分娩室上，就是有救护车。是的，那可完去了。有没有杨哥？有没有？谁把杨哥说？啊，没事，我们上现场看看，现场过来了。好了，来。这感觉怎么样？哎，没事了，昨天我说话不等120呢。昨天我说的。